是首演的意思了哈，也是我们50几年的事工一个很特别的音乐的侍奉啊，所以他们会安排不同的单位来服侍，然后他们能专心来练习哈。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侍童唱啊，侍童座来带领我们敬拜神。那我们也说，好像50几年就剩下2个礼拜了啦哈，好快好快，时间很快到了哈，大家忙着，好像忙中有序啦，乱中有序，大家各自忙各自忙，慢慢已经把这个焦点集中在8月7、8、9有培灵会，还有9号下午有我们的感恩音乐礼拜，还有晚上的餐会。我们为这些事情来线上祷告，也大家预备心哈。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步一步按部就班，为了50几年8月9号的事工慢慢接近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各自预备完成。愿神来悦纳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面前所做的摆上跟付出，让我们的所做的安排跟努力都有神的保守，一切都顺利，将一切准备的过程感到满满的恩典跟喜乐，也让我们在呈现的时候有神赐福，让我们所做的荣耀你。感谢主，我们要从你的话语得着教导跟学习，愿神亲自来带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就是登山宝训已经是第七部分了，大概还有第7章才能完成哈。那我们可以从这些耶稣很珍贵的教导当中，在生活上能够做实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着属灵的智慧哈。那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天上财宝跟上帝仆人不过这2个礼拜，因为我们要迎接50几年哈，我们发现说我们在礼拜当中有很多特别的报告跟事工要进行，所以牧师会把最后一段的暂时省略下一次再来分享哈。那今天的经文是提到了天上财宝跟上帝仆人，然后这个经文里面有19节到24节哈。那24节是单独的一节，又讲到上帝仆人的部分牧师就是能够保留一下，下一次再一起分享。不过我们从第6章整章的圣经大概分成2大上下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隐秘中的私人生活，耶稣在教导的，从1节到17节，他所教导的是有关施舍的部分，有关祷告的部分，有关禁食的部分，那个是属于私人的属灵的生活，或是你的品格的生活。但是他特别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你不是为了要吹嘘吹捧，让人家看见你的好作为，是隐藏的，施舍不让别人知道右手不让左手知道。你祷告不用在公众场合大声，好像你很敬虔，你到御密室里面，因为这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有禁食，也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你的脸都消瘦啦，脸很苍白啦，禁食就很辛苦啦，不是为了这个缘故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比较属于隐秘中的私人生活。那越隐秘，越看见你对神的信心。那今天要讲的是下半段19节左右到后面34节那耶稣讲的这个比较倾向于公共事务啦，因为你是跟人家有接触的部分，就是在世上所参与的比如说处理金钱的问题，处理吃穿的问题，我们的心灵眼光的问题，还有生命志向的问题，这是19到34节所要处理的那从这些经文里面当中，我们知道上帝他关心这2个生活层面，私人的部分，公众的部分。那耶稣也同样提出了这样的呼召，他呼召的大的方向是说，我们要跟那些假冒为善的宗教人士要有差别。换句话说，假冒为善是祷告很大声那一种在公众场合那个施舍敲锣打鼓让人家知道了那个在禁食的时候显得说自己有气无力啦，自己多么辛苦啦，禁食的多么辛苦啦这就叫做表面跟实际。神是看见我们内心，我们内心跟神的关系。那还有一种是跟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不一样，因为他们以物质为优先，
追求世上的物质跟富足，那这些都不是耶稣所要求的。换句话说，从第六章的2个阶段，神都用一种很特别的提醒，让我们知道说你是不一样的，你是跟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说这个是基督徒的价值观。没有人逼迫你这么做，但是耶稣说更好的在这边，你愿不愿意跟随？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教导？那我们今天只分享前面2个部分。第一个是2种财宝的选择，在16章后半段很有意思，耶稣都拿两个，好像一个黑一个白，你要哪一个？这个是水果这个是小吃，你要吃哪一个这有时候很好选呐，但是这个部分是很严肃的生命的选择。马太6章19到21节，他讲到财宝，2个讲得非常的仔细清楚。第一个是说地上的财宝，他说不可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因为有虫蛀会生锈，又有盗贼破门进来偷窃。好了，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严厉的那我不可以有财产呢，我不能有银行的账户呢。有时候我们注意看一下那个文字的细微之间的细微的，他说不可为自己，这句话就有意思了。不可为自己，那就有很多解释的空间了。那财宝，地上的财宝，它本质是这个样子，没错。但是他讲说是不可为自己。那第2个说要为自己，不可为自己。这个时候20节说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你没有虫蛀，不会生锈，也没有盗贼进来偷窃。2个讲得清清楚楚，一个是否定的，一个是肯定的，都是不可为自己，一个要为自己。那耶稣讲这些话，我们当然知道他的意思比较深入。他的意思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所以耶稣提出2种选择的挑战2者人常常生活在抉择之间今天要吃西餐呢，还是去吃中餐呢？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去北部去南部了。很多选择是很轻而易举的，但有些抉择是牵扯到你的生命的根源所以耶稣提出了天上与地下的财宝，这11到21节，2种属灵状况，你是光明或是黑暗，还有2个主人，上帝跟金钱。我说在这24节部分我们要省略下来，因为等一下我们有一些事工要报告好，那我们从不可为自己积攒财宝，我们一定会有一点困扰我家里财产不少我父母亲留很多遗产给我嘞不可为自己怎么办？其实耶稣讲的话没有那么的绝对跟那个狭窄。耶稣呢，他没有严令禁止拥有财产或私人财产，整本圣经也是这么讲的。那这样讲说，耶稣讲的跟圣经有一点误差呢，怎么办？其实我们就要找到那个耶稣的讲的重点，那我们就会豁然开朗了。比如圣经里面，他还鼓励箴言6章6到8节，他鼓励称赞说，蚂蚁呢，在冬天在夏天的时候就预备好了食物了，因为冬天的时候有需要。我们看到很多动物特别是看什么动物奇观那一类的东西你发现说上帝其实不只给人智慧，对不对？我们都自己很高傲动物才有智慧，智慧到让你觉得哇，我们叫神奇有一些动物它吃一餐可以好几个月不用吃，鳄鱼就是这个。有些飞鸟就光吃了一些谷物，它可以飞好几万公里。你说它多厉害？是神厉害，神让这些能够存活下来，经过所谓的环境考验的动物能留下来。蛇啦、熊啦、北极熊啦，它们一下子吃得胖胖的胖了好几十公斤、几百公斤，然后又瘦，就不吃好几个月不吃，然后又让它瘦下来。神让这种身体能够存在。
我们人啊，一餐两餐不吃就很不舒服啦。好，那蚂蚁聪不聪明呢？蚂蚁是天生的竞争者，它有办法在夏天的时候就积存食物，然后在冬天没有食物的时候，它可以安心的在洞里面或者在泥土下面来吃哈。箴言6章6到8节，他说：懒惰的人啊，要查看蚂蚁怎样生活，向他们学习。他们没有领袖，没有长官，也没有统治者，可是他们在夏天储备粮食，在收割时准备过冬。不过，当然第7节这个描述哈，现在科学家研究动物行为，就稍微有一点点进展了。其实蚂蚁是有组织的啊，蚂蚁是有蚁王的啊，对不对？蚂蚁是有什么工蚁啊、什么蚁啊，负责守卫的啦，负责征战的，负责扛食物的啦。但这个意思没有改变，是说他们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小动物，但是他们竟然能够做那么美好的事情。第二个是，保罗甚至责备那些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信徒哦，他说不看顾自己家的人哦，比那个没信的人还更差、更糟糕。圣经这样解释说，如果有人不照顾亲戚，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他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还要坏。换句话说，你不要说你是基督徒啦，你的信仰多虔诚啦，哈，你做礼拜多么勤啦，你连家人都不照顾的，这根本不算比那些不信的人还糟糕哦，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会照顾家人，对家人有责任哈。那第三个，他说我们甚至不是弃绝啦，不是那种好像一种自命清高的远离城市，然后到野地什么地方去做清修的生活不沾人间烟火，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要享受上帝所创造的，是各种丰富美好的事物哈。圣经文这样说，他说他们禁止嫁娶，禁吃某些食物，可是上帝造这些食物是要给信而明白真理人在感谢后吃的。他意思是在提醒说，有些人矫枉过正了禁止嫁娶啦，不能吃什么东西啦，那种戒律，其实那个是根本违背上帝的意思。他说你要感谢，明白真理人感谢，那就是神给你所赐的食物。第4节是重点，他说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应该用感谢的心领受，不可拒绝。那从这些圣经的肯定的话语，我们知道重点在于说，上帝所赐的各样的丰盛跟美好是白白赏赐给你的，重点是你用什么心态去拥有，才是耶稣要关心的部分。意思是说，耶稣也不反对你可能是台湾首富啊，你是全世界首富啊，那守护到底为了什么？守护干嘛？你对人类、对这个社会，你的责任是什么？这反正都是耶稣所关注的。所以耶稣他所禁止的是什么？是为了自私的目的积攒财宝。所以耶稣来讲说，不可为自己，对不对？不可为自己，那为他人可以吗？为这个社会可以吗？为家人可以吗？所以意思是说，你的心态改变了，财宝不是问题，是你的心态的问题。你为自己、为自私、为自己的奢华享乐，他说有耶稣禁止的就是自私的目的，自己奢华生活挥霍。我们常常现在网络那么的发达嘛，很多人就是炫富，对不对？哇，他又换了一辆跑车啦，他的豪宅啦，我们新竹那边好像有一个什么大王的，有没有？天天炫他们的什么皇宫啦，他们吊车有多高啦，我们当然很羡慕，但也知道说他的炫，只要是为社会公益好，我们也就乐观其成会救助社会，会关心这个孤苦的，因为他有这个能力赚钱对不对好，那耶稣他所禁止的是，人有财富甚至过剩了，但是对
贫困者对身边一些软弱者丝毫无感。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叫做“假卡中”，有没有听过？就是以前大锅饭，对不对？哈，哇，一咬就有饭吃啊！啊，你都不知道辛苦怎么辛苦，你会关心别人，你会看见大家的需求。所以意思是说，当你的内心被束缚在物质的多、物质的丰盛、自己炫耀，那就不是耶稣所喜欢的。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啊，不是有一个富人吗？他天天累积财物，说：“哎呀，我的仓库不够装了，我再盖一间更大来装，因为我的财物装不下去了。”然后主就跟他说：“今天要取你的性命，你所有的努力都白费掉了。”所以，其实耶稣在他的教导当中跟金钱有关的、跟财务有关的很多但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嘛，不是天高地远那种东西。那我们就从这边看到了，归结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是他看重的是内心。我有很多财富，我又是光明正大来的，没有任何可以不好意思的。但是你对这个财务的态度，你对钱财让别人在那边受苦受冻，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些钱财对于你来讲就是多余的。如果说你是一个有能力人，而且很多人被你关注到了，那这个财物就变成神借由你来施行很多恩典的事情。所以耶稣强调是内心，他说我们的心总是跟着我们的财宝嘛，无论是在地上或在天上嘛。所以我们看到在刚刚读的那个经文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耶稣提醒我们，人要收集哪一种财宝，其实是很明显的，因为你判断很快。但是重点是在人的软弱，因为地上的财宝可能会碰到各种问题啊，本质上也不安全呐。我们之前台湾经过好几波的所谓的物价波动，特别是这个股市的泡沫，一次一次但是你会发现说，大家台语中尬乖有没有？教不乖啊？不会啦，因为一旦有利可图，你就又重来了。一旦有那种需求，你又整个精神百倍了。但是你学不乖，是因为人的基本上本质上的软弱跟贪取，容易陷入在其中。弟兄姐妹，也因为这样子，主耶稣说，地上的物质，神是给我们任务他说你要会管理啊。我们教会之前好几次举办的叫冠冕理财，它目的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财不好，是你会不会管，你会不会按照神给你的管家的责任，而且让这些钱发挥到最大的用处。好，所以呢，一旦你对物质上的财宝有概念之后，你就会想到，我其他的时间要勇敢或是努力来积聚天上的财宝。因为耶稣说，天上的财宝不被破坏，永远安全。所以我们的努力什么呢？这些就是财宝的一部分。第一个，你是培养发展像基督一般的品格，那是这种基督的品格是你的财宝。第二个，你像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的信心、盼望、爱心的增加，也是你的财宝。第三个，你对主的认识更深，明白耶稣的教导，研读圣经，灵修，跟神的关系更亲近，这个也是你的所谓天上的财宝。第四个是积极传福音，带领人归主。因为主耶稣说，凡为了世上的财物失去的生命，是最没有价值的。那换句话说，你拯救了一条灵魂，带领一个人来归主，那你就是赚了全世界的意思啊！因为神看生命比世界的财物更重要。还有，你有财物、有资产、有财富，那你会运用这些资源去做慈善工作，这个变成你也是同样在花钱在运作，对不对？但是这个是在累积天上的财富，因为你把钱用在
最有用的生命上面。前不久，牧师在看一些短片的时候，有几个印象很深刻。他说，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整个中国大陆都还是处于一个贫穷发展的社会哈。那时候有美国的那一些教会的人员，带着当时美国已经发展得非常的丰盛了，他们带着基督徒所奉献的金钱，来到中国大陆，在上海、在广州、在北京，有的开设学校，有的是大学哈，有的是医院，那救了很多的人。其中2个小故事很重要，一个是有一位美国的女医生，她知道说当时在中国没有妇女没有产妇的医院，所以她就来这边开设了妇科，帮助好多女性。因为当时华人还是一种男女授受不亲呢，妇科的问题根本不敢去找医生，生孩子也是在家里面。由产婆来接生，所以很多人要么就是难产，不然就是产入热死掉，就是生了一个孩子，那就是要拼死拼活了。所以台语有一句话说孩子活下来生下来了，就是那个烧酒芳，烧酒芳的意思就是说哇，坐月子有好吃的烧酒芳，那生不过呢？叫做四块板，4块板什么意思？生命没了。那这位美国的一个女医师，她自愿来到中国上海，开设了妇产科的医院，也改变了很多姐妹她一种错误的观念，救了好多的妇女。另外一个就是北京的协和医院，也是基督徒去那边开设的，美国的。你知道很出名的故事就是孙中山先生不是在那边过世吗？好，我们听到协和，听起来好像很中文呢，其实就是美国人开的医院，在那个时候很先进的医术，帮助了很多的人。当时一个出名的世界首富就是洛克菲勒，他们的基金会用了很多的金钱来中国还包括当时有庚子赔款，有没有？他们用来帮助中国在建设啦，在大学啦，在卫生啦，在医疗啦，很多慈善的工作。那这些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包括我们台湾的宣教，从英国很多宣教士来，他们就是认定了说，我在世上享受一切的美好，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如果将我这些美好的资源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那我是双倍的丰盛啊！是双倍的丰盛，而且我也没有失去什么，因为额外的财富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数字，或是一个心中一种骄傲的感觉，没有了，没有其他的。你不会睡2个床吧？房子好几间，你还是睡1间而已啊。问题是在于说你的观念，耶稣提到的重点是在这边，所以主耶稣提醒说，我们天国的投资没有窃贼能够来偷取，没有金融危机让这些消失掉。他的保证是天上的财宝，就是追求安全稳健，甚至是获利最有利的投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有点感觉好像我基督徒赚钱是一种不好意思的事，你是赚钱要干嘛才是重要。你赚钱了，让你的家里孩子大家不和，那这样赚钱有什么用？你去赚很多的钱，但是你的身体被弄坏了，那赚那个钱干嘛？你赚了钱，然后你的生活没有快乐，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朋友，那钱是为了什么？所以问题的重点不在钱多钱少，问题的重点是你的内心，这是耶稣所强调的部分。感谢主。耶稣要讲的一个议题就是眼光跟身体的灯了这个故事我们也讲得很好，容易清楚。他说，眼睛好比身体的灯，眼睛就是我们身体的灯。如果你眼睛好，全身就光明；如果你的眼睛坏，全身就黑暗。好，其实这一段应该是1节的内容了，重点在下一句。他说，同样，
好，他用眼睛跟身体，对不对？他说同样，如果你里头的光变黑暗，那黑暗该是多么可怕！换句话说，耶稣讲了，你这个肉体的眼睛，那你有没有注意内心的眼睛？你那个内心的眼睛到底光还是暗，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肉体的眼睛大家都很在意呀。牧师回来，我们互相教会哈，觉得最大的一个方便是刚好，回到富强的时候，眼睛开始有变化，因为年纪到了，开始有那个白内障。在记得早几年前哈，牧师要看那个荧幕的字看不清楚摘眼镜也不行，戴眼镜也不行，那是很困扰，所以牧师才会买这个平板。平板因为字大一点，我在这边看得到，那边看不到，这边看得到。那还好哇，刚好我们对面有一家那个眼科诊所，那赶快哇很积极，因为很近走过去都到了，看治疗了、手术了、保养了，好像又恢复了，感觉现在比在中年的时候那个眼睛不好的时候现在好像明亮很多。那换句话说，你很注意你眼睛。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牧师这个年纪，都会注意说哪一个医院哪一个医师看眼睛非常帮助。那耶稣在讲说这个故事大家都了解，这个理由大家重点是下面这一句：你的里头变黑暗，那怎么办？所以呢，主耶稣提出了一个对比：眼瞎的人与看得见的人，然后代表居住的光的黑暗跟光明。换句话说，眼瞎跟看得见，黑暗跟光明。所以他比喻说，眼睛是身体的灯。他在讲眼睛像一扇窗，可以让光照进来。这个是很清楚的生理上的解释。那我们都知道，身体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有观看的能力的。我们基本生活上如果身体健全的话，你能奔跑，你能开车，你能过马路，你能煮饭，你能绘画，你甚至可以玩游乐器材你可以欣赏这个世界美好的风景所以说眼睛照亮了身体所做的事情。不过我们知道，很多人可能因为视力有问题，那你会觉得哇，世界上如果看不见，真的是很可怜。是确实如此。所以我们长老教会是最早在甘伟林牧师的时代就开设了一个盲人学校，就专门关心这些盲人他们怎么样在社会上生活。所以甘伟林牧师在当时呢，就是跟巴克里牧师那个时代的，他从英国引进了所谓的点字。我们知道那个他要手那个纸厚厚的，要点那个洞，点那个孔浮出来的，你一摸才用手去摸，知道这个字的符号，知道内容的意思。他当时是在哪里？是在现在的我们现在北门路那边，不是有一个老唐牛肉面吗？有没有？那边以前有一个庙，那个庙就是甘伟林牧师所设立的盲人学校。所以长老教会很早对盲人工作做得很好，甚至引进了所谓的点字法。后来是因为日本时代日本的当时的官员认为说，哎呀，让你们民间来关心这个盲人实在有一点不好意思所以才把甘伟林牧师创设那个盲人学校收为日本自己官员所经营的那所以我们台南有一间教会专门在关心盲人的你如果有机会到中西区那边，有一个叫做永福教会，当初就是一群因为盲人信主耶稣了，他们就把他们邀请在那边成立教会，专门这样方便他们照顾那现在还在虽然教会小小的，但是这个变成一个故事跟见证了那所以盲人看不见，我们认为好像生活上真的很不方便。不过其实如果讲到耶稣讲说你内在的眼睛，那就很有意思了。牧师跟谢牧师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在神学院有一个学长，他是眼睛全盲的，也在跟我们一起读书。然后每次他带圣经，我们一本小表的本子，他就一本很大，跟桌上这一本一样大要摸点字，但他成绩很好成绩很好。他那个时候就会录音，他要把老师讲的话录音起来。
回去再慢慢自己做作业。反倒有些学生还问他说：“老师讲什么？”哈。然后这位因为从小就失明的这位我们的学长，他后来也是当了牧师，就叫邱瑞渊牧师啦。邱瑞渊牧师这位牧师，他是在我们隔壁的德光教会退休的牧师。他信主的经过你如果去搜寻那些网络很多很感人的故事。但是我是要讲一个小小的点有一次呢，我们在学校里面，不然突然间那个时候停电了。他说奇怪，别的地方没有停，怎么我们自己的宿舍有停啊？原来是我们的宿舍那个总开关那应该以前不是有一种叫做什么那个保险丝断掉了。那个时候他突然间发现说没有人敢换，因为没有手电筒怎么换啊？他想透没有办法，那只要等他不能读书啦，要去睡觉等明天啦。突然间有人讲说，来叫那个 Robert 来 ，Robert 就是这个邱瑞渊牧师的英文的名字，因为这个读神仙要学英文，都每一个人要取一个英文名字。同学讲 Robert 这个英文讲得很难讲，就感觉叫做 Roba 听过台南的卤肉饭很好吃他说就叫他 Roba， 他说 Roba 能够换，哇，他吓一跳说你眼睛看不见怎么换？他说我就不需要光我不需要光线他就直接他用他的很灵巧的手去换那个保险丝，然后把它打开就亮了。有时候反倒是一片黑暗的时候，眼睛明的人看不见但是这位盲人牧师他看得见，因为他太熟悉那个环境位置了。真的一个微风吹过来，他知道这个窗户有没有关。那这个意思上，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眼睛。当你不使用的时候，就像你眼睛亮的人不注意开车，还是会发生车祸。我们台湾有一些骂人的话，都会讲说：“你没有生眼睛就是在骂人家不看，对不对？”他说：“你眼睛长在背上吗？”就是那种骂人的话。但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眼睛明亮的人，但是看事情看不透，那才是辛苦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被骗，投资失利？因为眼睛看得见，内心看不见，是个贪的心把你的眼睛遮盖了。那这邱瑞渊牧师让我们感到说，耶稣讲的，我们很容易理解肉体的眼睛，但是他讲的是内心，眼睛等同人心就是说你把心放在什么，就等于把眼睛看到什么，同样的意思。所以基督徒要注意到说，你到底的内在眼睛够不够透彻，够不够智慧，够不够聪明。很多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因为他以为他自己能掌握一切，却发现那些物质的本质，那些贪婪或是所谓的软弱毁掉了他。弟兄姐妹，诗篇119篇的6节跟10节有这样提了，他说：“你若重视你所有的诫命，我就不至于蒙羞。我一心要寻求你，使我不配弃你的命令。”这个就在提到我们那个眼光的问题，我们内在心灵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所谓的眼睛，内在的眼睛是什么？耶稣的真正意思是说，我们的眼睛影响我们这个身体，那我们的志向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影响到我们的人生。肉体的眼睛让你办理事情非常顺利，读书非常好，但是内在的眼睛是在影响你的生命，影响你的人生。所以我们才从箴言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发出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读了这2段经文，给我们2个很好的选择，一个是天上的财宝地上的财宝，一个是我们肉体的眼睛，还有属灵的眼睛。我们看见了眼睛，身体带来光明。那我们服侍神，就像天上的财宝这个部分，服侍上帝和人的心智，为生命带来了意义，就像那种内在的光照亮了每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说，
我跟世人一样，我需要财富，我需要物质，我需要生活，但是我把内心看得更重要。我内心的意义，服侍上帝的恩典，比这些世上还更有意义。因为那些会被虫咬，会被贼偷，会生锈，但是我还致力于储存天上的财宝。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就是说，你生理性的眼光能看清一切所做的事，你有一个方向，你知道要往哪里走。但是重点是有灵性的眼光，你的属灵观点正确，你不会被一时的引诱或是一些的压力就放弃了，或是转向了，因为你这个属灵眼光是对准神的，瞄准神的标杆的，所以你的生命就蛮有目标跟力量。愿神耶稣的话语让我们这2段经文得到一个启示，不是说听了就完全懂了，听完了完全都会了，是耶稣告诉了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天上的财宝，你到底存不存？你只一天24小时在追求世上的财宝吗？你的眼睛很明亮，戴了眼镜很清楚，但是你有没有忽略到世上很多事情是不是用肉眼去看的，是用心灵眼睛去体会的，去理解的，去明白的。我们常讲一句话说，我明白你的明白。那我们要记得把这句话讲成我明白上帝的明白。上帝的明白才是你真正永恒的明白。愿神透过这些美好的教导，让我们有生命的能力去追求。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先做一个医治祷告的时间，之后我们奉献完，牧师有一些50禧年重要的事情要做报告，我们请同工来预备哈，我们一起来做医治的祷告我们的敬拜团，我们的代祷团队，我们的长职小组长，可以穿着背心预备。弟兄姐妹，你有生理上的软弱，或者有心灵上想不透彻的，你的心灵眼睛好像有点模糊的，到神面前来，勇敢跟神祈求。我们开始来唱这首诗歌哈。